阿伯話用試算表就夠。貓頭鷹博士搖頭，到底試算表同資料庫差喺邊？阿伯好得意咁攞出電腦話：阿竹，我用試算表記好晒啲訂單啦，使乜用資料庫？阿竹覺得好有道理，但係貓頭鷹博士飛過嚟問咗一個好關鍵嘅問題。博士問：如果有100個客同時落單，你個試算表可唔可以俾你哋同時編輯先？阿伯當場呆咗，原來試算表一多人用就會好容易出現衝突同混亂。博士解釋，試算表其實只係適合處理少量資料同埋單人操作㗎咋。但係資料庫就唔同啦。第一，佢可以處理海量資料，幾百萬筆記錄都冇問題。第二，佢支援多人同時存取，就算成班店員一齊入單，都唔會互相衝突。第三，佢有嚴格嘅規則保護資料，唔會俾你唔小心入錯格式，非常安全。阿竹問：咁試算表咪冇用咯？博士笑住話：簡單個人記錄用佢好方便嘅，但係當你間餐廳越做越大，有幾十個員工嗰陣，就一定要用資料庫啦。阿竹喺筆記簿寫低：資料少用試算表，資料多就用資料庫，工具啱用最重要。